金乌对落地，咱有介绍过即字字大抵的意思。有人建议，伊讲已经有共识啊，这毋是鸟是糋。咱问两个脑残的问题：第一，什么状况会垂直向地下射箭？第二，如何垂直拉弓射箭？要用什么姿势呢？开这种弓是要射家己的骹帮向。这种所谓的共识，应该只是某一个人脑残的想法啦。人世间哪有可能有规定人全部脑残呢？甲骨文画的这确实是糋，阁是非糋。啥物是非糋？毋是实体的弓箭。啥物是实糋？就亲像现代人用箭头为着标注重点。这种用箭头标注重点的画法，伫甲骨文真常看到，伫我的节目嘛定安尼用，有无？来看另一个例字，东方的东，为露水的方向，像箭安尼射出来。甲骨文本身佫会发声，读音就是东。落雨落规工，雨下了一整天。古典台语另一个讲法，雨落规工大大大大安尼写，一个是头向下的大，另一个是头向上，所以写做大大也可。端的本字是即字宣，宣传的宣。